中國是繼續侵略台海，這中國的柯建俊同志號5月升在屏東個亂片外海，花蓮外海導航科學機器進行非法調查，和海巡人員趕走。今早起呢，再出現在小琉球海域，海巡的連江艦專艇監控。針對着這中國的柯建俊一直來擾亂，有學者認為，這中共是要降低軍事敏感性，利用機會收集海峽相關數據來進行戰場經營。中國柯建俊同志號28暝出現偏誤回數，西北方24.9海里，海巡隨調派連江艦來處理。專艇甲同志號賽道頂強勢廣播驅離，並且公開這監控相片。同志號早起到小琉球西南西方28海里，這所在挖高屏開口甲海軍中央基地要道，是重要戰略所在，因正做戰艦埋伏攻擊所在。外界研判同志號可能偵查收集這水域數據，進行戰場經營。同志號最近真接收了台灣4個位海域5個分別佇屏東個亂片外海、花蓮外海放一個科學機器做非法調查，海巡該廣播驅離，閣予同志號來嗆聲，對立氣氛清懸。未經我國許可，禁止在此作業，請立刻將你的採樣儀器收回，立刻離開。沒有中華民國，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。不管是海警船、公務船、科研船，那其實都在睡醒他們在侵擾台灣的目的，也在刺探測試我們台灣的反應時間。看這中國柯建俊海洋調查船塑料台海行為，向陽紅10杯、東風紅3，去年9月走入去台灣北部富貴角、皮卡斯一帶外海，同志號今年5月侵略東部甲花蓮外海。6月有向陽紅22海事路6號，佫就出現台灣東部、花蓮外海甲東沙水域，南海2017月塑料東部海域。學者觀察，中共就這類船隻降低軍事敏感性，目的原是用在軍事用途。他如果以這個軍隊的向陽紅系列來探測的話，會引起警覺啊，或者是甚至反制。那如果用民間或者是大學的這個科研船，可以降低這個敏感性，但是他要收集的資料作為軍事用途。另外，美國地殼戰略也有國際研究中心 CSIS 警示中共威脅，講中共想要改變現狀，在台灣東部海域建立半永久的存在。主張在西太平洋的菲律賓海擁有管轄權，恐驚升懸甲日本、菲律賓的緊張關係。記者綜合報道。